燈神信箱，我哋最香。好，我係 Eden 呂爵安，我係 Anson Lo 盧漢廷 ，Hello。佢係 Anson Lo，佢係呂爵安。大家好，我係 Mirror 嘅 Eden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rror 嘅 Anson Lo 盧漢廷。放心啦，即係相信，即係我唔敢講到好死，咁但係有幾死？基本上如無意外咧，我相信我哋應該可以一路咁樣一齊咁樣喺呢行繼續行落去嘅。我哋成日都喺度幻想啊，其實我哋5年後會唔會其實已經係完全 friend 嘅，好憎大家。嗰陣時我哋 friend 唔 friend 嘅？即係可能5年後仲會唔會 friend？唔係啊，我而家記得我哋幾時開始 friend 㗎啦，OK，即係只不過係好奇可能5年後會唔會係其實大家已經好即係憎大家咁 friend 嘅。因為我哋5年後一齊。好有意思咧。即使輸都不算醜，同場流汗更加爽快地流，被你推進過，非單打獨鬥。即使得分，我只是零，曾同樣拼命，能贏回憶轉勝。一起分享過的熱情，長期沒有醒，你做我夢境，噓聲變出掌聲。全憑有你這一對手，不管幾高的對手，如同神隊友支撐背後，要往死裏拼都不肯撤走。即使輸都不算醜，同場流汗更加爽快地流，被你推進過，非單打獨鬥。我相信我哋應該會係一生嘅好朋友，你唔會再面5年前跟上呢個 friend 咩？你冇睇啦，已經唔會再問我啲嘢。我相信我哋係可以一路做到對方嘅 best friend，所以今次都好想同你分享呢個。默契早已有，即使各有各走，彼此擊掌一對手，迎來明日切出的變幻球，做你的戰友，豬一般隊友。隨各自進化，佔有了不安的變卦。城市內散播着各種聲音，不像話。陶醉地猜測將會有誰稱霸生存遊戲，應該怎招架？無法預計往後會有幾多的變化，時間或會抹掉有過的光輝剩下。咁你都知我中意黐住阿呂爵安同佢傾偈，所以啱啱喺度同佢傾下偈，見到位咪坐下咁。其實成件事係好 casual 嘅一件事咯，係。咁我諗10個有10個嘅 Mirror fans 都知道我同佢嘅 friend 嘅程度係幾咁高啊，咁所以我諗大家都唔需要去質疑我哋兩個有幾咁 friend。我好感恩 Mirror 依然識到你，然後我哋有咁多唔錯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變成即係實講我 best friend 因為我哋乜都會講，乜嘢都會，咁所以我好感恩識到你，開心有你呢個朋友，所以多謝你。會有少爭吵戲碼，還記着你半夜對我掏出心內話，才會拒絕，失真的微笑逐漸共食飯，難忘舊日你我在鬧市裏
識佢開個網站，我咪諗起嗰個網站。我後尾再上一個網站，即係我哋即係大叔收咗工之後，佢哋唔知咁嘅名字，係啦，咁就下次都唔知幾時再唱50年之後，可能都絕唱。咁就把握今次呢個機會送俾大家啦。